讲到高雄呢，到目前还有9座进行地下道，其中有2座已经封起来，无伫咧使用。本地站体说，因为这年限还未到位，就袂当拆。亲像这建国路和府前路路口这进行地下道，对6年前封起来了后呢，唔但有人违规占用物件乌白拼，甚至有人伫咧顶头设看板。民众就质疑讲，这便便的物件变做是无方便的设施，为什么唔紧拆咧？民众行过来路口等车红灯，但有地下道的站体挡伫咧遐，地势伊爱驶出来车路，边仔拄啊好有车划过来，危险的画面，互人看甲心惊惊。高雄市建国路甲府前路口4角的地下道，因为地方感觉无需要，自2019年就已经封起来无得行，但又有使用年限40年的规定，甲单也无法度拆掉。民众讲经过拢爱驶路，无安全嘛无方便。希望赶快拆掉啊！因为这边是人行道啊，现在封掉就不是人行道了。从门口这边里面走出来，安尼会顶到恁的位无？有啦，加减嘛会影响到啦，像迄嘛拢安尼爱驶过啦，像我爱绕过去啦，来听起来是看着较市容较好啦，啊无遐无作用啊。民众的质疑唔是无道理的，除了阻碍交通，人行道站体附近，佫互人囤真侪粪扫，甚至佫有人伫顶悬踩看板，看起来乱糟糟。干务局表示，针对环境垃圾的部分，会回动环保局来巡查。这个路口的地下道，按算7月初1年过到，就要报车拆除。其实若是有特殊状况，嘛有抽提做法。在尚未拆除前，以协调环保局协助清扫，令高雄上偶人行道、地下道数量9座，已封闭2座。一般情形需达使用年限，若有特殊状况需求，内需经评估及达成地方共识，依程序报会拆除。高雄市目前也有9座人行地下道，2座已经封起来。干务局表示，3面国小头前的地下道112年封起来，但是其中1角的地下道有建案得起，经过申请核准了后，虽然年限也未到，不过已经大型拆掉。记者柯家族张用高雄仓报道。